单先生，来到女厨房里向拨了李凤春闲话一句真一句错，三岁当面赔礼的去，心里想就哦拉不出，两只眼睛上正三凤呆呆，口子里头追，让三凤回追去。单先生一家头忙正光于茶去吃着茶。肚里向转来这个三凤年纪轻轻，面孔灯样，身材腼腆，结结滴滴，像花上一朵。大个李凤春一直蹲了一头，日脚一长，万一搿朵花布里踩脱那落法，葛么有的来踩么，倒不如我来踩。阿哥不够，为啥屋里向只人么盯得紧不够？等到这如结束，回到自家屋里向买加龙山啊，打进房间一看嘛，哎呀，搿只人嘛面孔浪向发大活络，出事体个这位。阿我啊，单先生的高三级阿我，今年38岁。哦哟，年纪轻辰光搿张面孔实在别致改。现在呢，前娘搬来风韵悠人。本来是东山镇浪向地主人家屋里向的三兰嘛，不过单先生骗出来个，葛么到底哪桩事体呢？20年门前，单先生到东山镇上去读书，阿我啊还欢喜听诗歌，两家头一来两去嘛，谁知得来？说叫王希望插牛排，跟着那单先生书本带出来个，哦哟，难得翻实，等了人家屋里向。做三兰木偏房，日脚单地方还够给，跟着那单先生一夫一妻，私欲的多了，儿子水里向还有积蓄，叫吃亏用亏嘛，日脚翻脱还够。今朝不对着，可这面孔好气质。先生，阿我啊，哦哟，今朝是特别的对，当你办法着头呢。哎呦，看上去个事体大了海着，哪办法着头也讲出来着呀？到底哪桩事体呀？一个跟斗先叫我跌杀头啊！跌跟斗个？哎呀，平白无故哪会跌跟斗呢？侪是那个海徒弟三凤，可个四三娘法哇！三凤啊！哎，搿三凤侬拿哪桩来讲？先生，你也晓得，埃两日天我身体一直发到海来。哦哟，外高头浪嘛一直热辣辣，搿头里向嘛一直浑浊浊，再浪向身子走来嘛，搿只嘴巴勾是勾得嘞，汪啦汪啦海三凤，大口水吃吃，哪里晓得海子半日天，人人子也明白。那么我想从大概大清来在，起码再点心，毛汤白，等一些水也转干，哪里晓得等等不来，毛毛不见。足足啦啦，等至2个钟头呢。等至2个钟头的啦。哎呀，像无说法做啊，嘴巴赶得来，并不来在。自家来吧，昨日队里们问，家里们我，一个不当心，一杆跟斗跌在地浪向。哎呦我娘，哎呦我娘，现在看上去这个四三娘啊，与其当我做对吧？身心不肯服侍我啊！大家伙里面死在外头不肯转来走啊！哎呀，先生啊，先生，看上去再点爱点呀，我的命也不能臭脱个嘞！啥不是啊？哦，屋里向的事体不肯做，一日到夜压了外头呀！阿我吧，先生，你放心，让我去寻找你哦。单先生立起身来，忙进外头来，哎。而且看见三凤转来呀，水里向拎好一样么子，哎，拿起毛汤板的呀，毛汤板嘛应该从外头进来的，哪从里向出来的家？还是里向有汤板的，不可能吧？哦哟，面头不对，所以单先生的人回到里向凳子里坐定嘛，搿张面孔，匹白。三凤。拎着一只饭盒，上下2缸，
上头放个台皮汤么，下头放个汤板，拎到里向么是台子上一放，一看么，哎呀不对，先生师母面孔憋憋，看上去牛臭蛙个事体啊，回份无极。关在自家，今朝我做事体讲闲话，侪特别当心哦。先生，师母啊，你起来的再晚，分烤面来着，我带你去带米汤吃啊。啥地方去个？毛汤板碗。啥地方去毛汤板个？关振兴。关振兴辣上海滩呀？关瑞港碗。哦，辣关瑞港。葛么该得到关瑞港去打个来回嘛，用不着俺点辰光个。你要到啥地方去噻？那么再说毛汤板，应该从外头进来的，你哪从里向出来个？哎呀，看上去刚正个点事体啊，侪被先生看见了。葛么叶某啥瞒不过讲，还是我一份做错少个事体唻，还是他拿先生讲清爽了。先生，喏，逢春到这样夫，慢病生得蛮重了嘿。葛么你到屋里向缺三人睡，今朝一昨3天药，反正我到城里向去么，谁带你到导致3天药，刚刚送进去的。也是一夸张。你到四娘头皮，我得了黄浪水也溢出来着，一个跟斗西叫的啥？哦，你的对着来如都管事，到别人家去说牙干，你也真正三个帮上个去了，三无法防备的呀！一记耳光，本来是有低血糖的毛病，再加上再让没事分吃，只觉着头里向一闻，眼睛么是没瞪出，这个人噔噔噔噔真跌到地了。看见你跌到地浪向了，啥西长心里想好的也是，坐了地浪向不起来着，啊！我头青来再爬起来，中档子呢到外头去点点嗓子。离开篇，搬了个女车房里向，到里向李凤春两家的谈情说，哼，别个本事明白，谈朋友个本事在秃头。哦，李凤春背后讲的话闲话，你在那边浪向为帮腔。哎，我是那啥人啊？我是那师傅啊，还是我带开那个。开吃南茶饭，心香不比人。那个细细一句啊，哼，标准一张，吃娘的。天色飞明，凄凉霜。家庄今月里得唱，做人耳目还家的，待人是爱女错伴。你们年纪小，心思呀，玉露情是米饭香，用你为夸也不得，早日记仇大海转，二步水杯还神战，上一代国色自家门前山，须管他人话人说，黑起劲。啥人家来起嘛忙要谈，别人家个事体你心头记，分外
知也是烦。那么屁股上二位高飞更香，我杀庄人都害死娘。第二地浪向肯爬起来子，躺上地浪向这样手一样，手板子拨一拨动一动啊，快点起来！单独死娘，如果他板我不理吃。谢凤之后委屈，眼里上也过来着，眼睛起来，他板对比他脑袋里向捏一捏门，再兜在外头。师母啊，你吃吧。看见这出气。单先生摸脱子两声，打脱子一记，哦哟，这里向这个啥水子？上手一脱，上浪向一弯门，来让地模样人。嘎，房门推开了，进来一个人，啥人呢？单先生他按我个独养囡小王，凤凰个王，今年16岁，比小凤小1岁。哦哟，爷娘脾气没缺，个囡来得个哈，心地善良。但个小凤来得个也哈，两家头各困一只房间。刚刚辣龙堂口吃只有小馄饨回转来菜，他袋里向一看，哎呀，不对哇！爹爹妈面孔厚气子，是这样呢，眼口盈盈。这拿小凤一把转来嘛，两家头带外头。是这样，小王，你啥去哭家？我分哭啊！我也分哭了，眼里塞了面孔了。爹爹没带你干分，昨日吃着啥活，为不敢想。是这样，那么娘吃在饭里家，分吃来，厨房里去吃我做呀。我吃不落。哦哟，不吃不来噻个，做不动事体个。啥个？中浪向蛋米三饭，我帮你个忙。小娃啊，你到上你那讲闲话？啥话？快点去练琵琶。晓得在。哦哟，凶得来真家好。是这样。爹爹妈闲话翻起来心里想讲，你都是啥个脾气呀？劝不动，总大概年纪阿毛呀，干年纪。我去练工厂，打琵琶一拿门，马着外头去。哎，我让该到屋里向，这就拿小王对自家定定规则，再贴心。别让人家一直在意我看。那么小王还有休息个呢？不，留下来呢一起马大山，忙子一个上半日，小菜全部都正还没台子浪向一放。先生，师母啊，吃饭在。等到吃过中饭，单先生一记够上子子。那么你要是担当的不是个，有个下水，还是你个学生子叫单小琴。日里向做2副场子，一副场子伦敦路官前街对过个叫金国师啊，还一副场子呢叫春木雷师啊。吃开中饭，辰光阿模样，小凤、小王两家头各自谈，先出门。为啥么去听书？因为搿些辰光没公检车间，但书上每下一段路得来。转年头，小王。搿个书我非要听的呀！我来爹爹妈别来开子说法，再还么非要去听，别来开子们再还一来去听，所以呢没办法，跟来子个私家们马从书上里向去。那么小王呢？哦哟，用功得不得了，听书天天必得。不过呢，听子经过书上了，第2副书上吕是不自家去听着。上去嘛，也回走去晒腰饭子，因为单先生吃子腰饭了，还要去上腰书上，所以也走去忙着。不过呢，回走去个路浪向呢，哦哟，围廊好开辟嘞。那么说路浪哪好开辟呢？因为搿辰光空中广播书上电台啊，风靡一时，整个一条伦敦路官前街、万地街呢，侪有收音机的。一旦辰光，全部各大收音平台搿只电台浪向。
所以一连伦敦路追我们，一只开篇一句也不会脱脱。谢凤一路追么，一路跟来子唱。现在回到屋里向呢，也准备要饭在。等到吃开夜饭么，我有个单先生忙得也是，也去赶夜场子。但是夜里向去说书单是里有个规矩的，女学生子一来不准跟得去听书。为啥么？搿些辰光前门啊，拦路不够。三哥们让丫头们该走夜路啊，出点啥个事体，推办不起，不安全的。所以临时出门之前，单县长关着囡搭个三凤，顺到两家头，屋里向等等啊。搿么这问你现在辰光空着哇？那三凤总还里台场里10遍，我又还不空的。上去面去准备要饭在。单先生一日一吃4顿，搿个第4顿啦，是里顶顶眼睛、顶顶落位的一顿。所以三凤一到厨房间里向去忙着。三王边浪向蓝眼里向侪看海了海。哦哟，你个暑假是真正作业，但是你屋里向来本事分学上点少，一节厨师他用不着看看。边浪向阿牛也看海了海，等待阿母娘们。三王。什么啊？俺弄海了讲，谁书记在？谁邓先生走来还在？根本来去困吧啊！啊，在了哇！啥个在了讲？那个四仙娘，哎呀，领不清哈！我是不输的来呀！哈哈呀，跟日里向呼吸连天，困不醒个强的，娘呢再点去困，上得做点事体，一直猜着不来的。还啥的？14点去困吧啊！本来是要早点做脱事体，搞点辰光出来嘛，还连台场在。不可让本来师母这样一讲嘛，闯不成功着吧？平常呢，师母一直讲，听见我闯门的谁要头痛，那么为子不让呢师母头痛嘛，为是14点去困觉吧。我今朝早点困，明朝早点起来，到外头去点点喉咙练嗓子，还可以的。所以眼睛忙着里向进来，给到你内外两个相望，外相望夫妻两高头困个，内相望呢三凤得三王困。一日天下来，几乎吃力得来。三凤还在床浪向么，不久辰光，马上就进入梦乡。等到夜里向11点钟，开过么单先生桌子，还有满面春风得意洋洋，达到里向啪上山有劲。一脱，俺我上山再再，边浪向哥哥喊，先生，俺我吧，哎呦，手做啥子哇哈？哎呀，开心开心开心！啥的，吃点么子吧。我领个领个。哦哟，先生，今朝该点咸菜，你再欢喜。哦，再。哎，你看呀，啊，花枝香。领个。哎，鱼藤花生米。哦，拌海石头。拌黄瓜。来，多吃点啊。国家侬白调调来吃脱2杯啊。啊，侬啊，来，白调调吃脱些辰光啊。单先生开始吃夜宵。搿些辰光的规矩，娱乐圈里向的人侪欢喜吃夜宵的。唱京戏的、宁波台湾的、滑稽的、说书先生，为啥呢？日里向台浪向精神雕琢，一到夜里向一脱力，哦哟，搿个人只觉着头皮哦，一吃。搿些辰光来追吃下去，小菜大油，浑身在手里么拉带着。哎，灵啊！先生，适宜啊！今朝生意哪讲啊？生意啊！你也都闷脱个，我个生意哪会太白？马头做一只开一只，做一只开一只。哎呀！不要么说，有跌宕可以啊？跌宕啊！平台叫啥人不晓得我单先生最欢喜跌宕？啊我吧，不瞒你讲。待过这个说书先生，再过2日，马上要就铺盖滚台撇脱着哇！先生，哪这样子的讲啊？但是今朝开篇结束，待过市场里向一下子跑过来子36个听众。哦哟，你是啊，对哇！先生，快点给我听听娘我还考不考啊？考不来听这3通大皮个，高娘，一三花直播馆。你高娘，待过这个说书先生，带一个女学生子，年纪还轻了。哦，拔出的，坐在台浪向么唱只开篇，搿只开篇叫《公游》。哎呀，公寓么
来开篇话，我晓得个，西宫艺人不花香。对个呀，这里刚嘛坐在台浪向嘛，倾听开篇。公有，西宫，但是三师娘一好，看见下头上满侪是个人，心一慌，一急，像黑眼松去个，开不出口子。兵子娘半半日日，总算开口子。倾听开篇，西宫。公有，要不有零死他们拉袋子哇！先生啊，那还吃得了个种鸭香个家？我个夫妻俩搞的台山风声拉吃鸭香，里向三文困了在，我讲为了做梦嘞，梦里里向自家已经为得实施，我讲是靠门，一只开篇唱完，满场观众掌声驶来，真正开心啊！先往老子找完整没得牙去什么做？一个不大型家中街头得得地浪们，太冷。随风一好，梦中惊醒，眼睛张开一看，心里说过来是光线。哎呀，我人就辣辣先生屋里向吧，我想得个实事也吃脱个嘞，正所谓日与受死，夜与受梦。唉，我搿只口热叫，不知啥辰光才能够出头哟。先生，来，啥的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开心开心开心！辛苦辛苦。单个实事先生马上也撇脱着。是哇。等得里白脱子搿边市场里个听客，统统用得我不得来是，我个房子也一记抬脱吧。一直铺出来。看上去要炒房子走啊！真我上西张有上的面对。那不是假是个。哎呀，三凤呢？三凤呢？汤子。汤子。去汤子哇！呀，是块个中学生子哪好得出呢？先生分困倒是你比我先困呀！哎，气手气手！先生，你不还管理个？我家里先去烫个。搿你啥天叫你来再去困干，我不得干不动着。哇，要你哪不想想？日里向做点事体，一样不像一样，吃饱差不多么手定打瞌冲。你再得去烫，上头一日大概冲了冲，冲了冲。日里向困不醒，早浪向起来得特债呀！起来得这刚才说起了啊！早点起来在外头去垫垫嗓子。理理皮包，不是理理厂，搿搭飞机是气昏脱，走那个女车房里向搭里向个李凤春两家头谈情说话。这个嘞，搿李凤春背讲个话闲话，三师娘边浪为帮腔，搿种学生子身上还算我3世3个人。这妹子擦光脱子哇！哎呀，波波之忙也有啥？在地上台唱唱开屏，当我还捞点生意。哦，姚先生，算说着哈，学生子外头人呀，那有的自家干什么，还是干自家弄，对吧？三娃，前几日调干呢，搿只开篇，你理得哪只家？爹，我不欢喜唱开篇的。哎呀，你是我囡，留下来实事个，你不唱开篇哪来事呢？啊？搿唱开篇嘛，顶眼睛哇！爹，我欢喜唱歌的，不欢喜唱开篇的。要是一块欢喜唱歌的，开篇是大基础，开篇唱得好嘛，样样侪唱得好个。你假是开篇唱不里去嘛，样样侪弄不里去个。爹，搿搭不一定个。哎，我开篇嘛唱不里去，歌唱得非太好哦。哎呦，歌唱得好个。你会得唱啥个歌呀？爹，最近俺外头流行一只歌曲。最唱的。最唱的。四季歌。搿只歌都蛮好听个。爹蛮欢喜听个。哎呀，唱拨你听听嘛。搿么阿侬啊，唱2、3分多重要听听看啊。啥天爹嗓子啊？爹嗓子你经常干几关？爹，啥么子？活动啊！看我有活动了呀，但是啊，唱拨你听啊。春季到来了，市场大姑娘穿下绣鸳鸯，忽然一阵无情伴，大得鸳鸯各一番。哎呦，来得个人开篇嘛，唱不里去，能得唱歌呱呱叫，得有2下子吧啊！比让这个俺老乡不老呀，磕磕绊
红奴啊！你都看呀，开篇嘛唱不离去，个雷音歌曲，但唱得来得个响腔呀，而且为女，真正幸福了。阿奴啊，毛手的当然讲着，阿是个用功的，俺晓得在地部队嘛上书在山洞里，没得你讲，耍起该在先锋在地去套了，不不了呀！娘都吊盖里，一搞你们娘的都好的。西夸在俺往内轻点，里向个先生呀，外放喷下来。听不见个，年纪轻的好的里困得像死猪啥个，现在辰光放单上，看了我听不见个在。先锋想来话比，正在事前为问困扰，谁听嗨了呀？阿奴啊，没手的欢喜来着，阿是个从小带到，原来做一桩事体。全部侪有先锋办脱，譬如屋里向用个三头胶，阿上来了啊！一日太阳漆黑懵懂，看上去毛再点爱点，或者里也不能气死脱。小三西长气昏脱呀！对正高山茫难讲得出个，囡自家养出来，哪里的儿子么自家欢喜？你努力讲得会这样抢个了，啥个南京搭个地京搭了一台，不这样认着哇？山高上搭了一头一张南瓜个子哇！李想三凤听得心里气啊！想师母啊，本来我在为了顾家呢，乃是体谅我，你里向辛苦，见我再地去困。想不到你是别有用心啊！诚心不让我学么子，根本没看。肚里向走你的，你越是不让我学，根本我谁也推。我偏偏见也比先王学得好，所以现在先王不困着，如今为人拾起这二斗来让听。先生，阿奴吧，辰光差不多在，还想听干了一场农场呀？咁么阿奴，爹，今朝爹开心，再干那只开篇叫大日娘。爹，问你几句，来听下子。一条风流大日娘，十里生路三平康。我唱一句，你跟一句啊。哦。一条风流大日娘，一条风流大日娘啊！对，字正腔圆，字也安正，而且唱起来不能用喉咙唱，也用气，都是眼下头个丹田经。那么丁眼睛，阿囡来记来，唱起来千万不能用隔三音啊！哦。
三凤细心为人来听。哎哟，想想先生讲得实力对个。我都听上海蒋玉瑞来是个大人呀，所以我到外里去买么子，逢到店高里向收音机里辣那放，我就来辣那听，总归听话子再追。蒋来是个大人呀，唱的真是韵味深厚呀。风尘是唱得真深情并美。嘿，你都人人语嘛，汉话大家懂。难不让他听见上海的蒋玉瑞来诗，外乡话的闲话俺不来猜。爹爹，啊侬啊，上海蒋玉瑞来诗唱个大人呀，真个好听的。上海的蒋玉瑞唱个大人呀，有啥个好听？反正我不好听噶。爹爹，你唱个大人呀，一点点不像大人呀，像糊涂啦。要是靠那糊涂啦弄出来，这叫气昏头啊！爹爹，反正蒋来师傅在讲唱歌。怎么难唱个呢？第一句是这样唱歌。你再唱唱看。爹爹。但是我分学位。你不分学位，里向三梦想我带在学位子呀。这两日地雷拉下天天辣辣放大人呀。我记得蒋来是个大人呀，
说到蛮蛮的，第一句我记得是自家唱的。介绍三凤啊，躺在里向床浪向，闭拢着眼睛，想得出字人自家嘴巴里向会得唱出来的呀。呀的风雨都是娘。对，是这个唱的，你在里头放呢？不对哇，搿场唱从里向传出来的，里向又不收音机的，半夜三更电台浪向不可能放啥个大人娘的，而且不琵琶弦子伴奏个清唱，还会得学生子三凤辣浪唱噶。里向三凤也觉得着，突然之间，耳朵里向熬是往别声，阿位先生听见我唱啥，但不是让我高张困上跑，不点昏头声音不离。爹，是叫来再困了在。阿囡啊，来听听看，来听听看，你到狮子呀，困梦里的为了让唱开篇，哎呀用过，你呢？唱歌干啥个不清？哎呦，爹，我总归学不出来嘿。不可能学不出个。见得功夫深，铁窗马认真，本业虽非，孰能胜强啊！阿侬这个继续跟读爹爹唱下去啊！留来第二句。十里生路在平看。爹，是要灯卡。也是快拿灯卡弄出来这个。你写了三凤字写出来的。哎呀，先生，你这个唱的真是来腔来的，不敢是这样。将来四个大人呀，唱得说的灵高。我记得是自家唱的。十里生路在平看。是的，三凤辣浪唱吧。哈！先生让我分坑着吧。为啥么我跟在罗大里跟在罗大困梦的里向不跟得上来个呀？单先生立起身来，当当声声，清水清家一过来，一得内厢房学生子上跟水，身体一来，三凤也不晓得，你唱得出子神在，闭拢着眼睛为郎唱嘞。他是落花浮枝谁呀风舞飞絮飘。哎呀，先生的声音喂，海淀随了自家身旁边，难道是先生带着我房间里向来着？根本我刚刚的唱，谁不能听见着喂？哎呀，哪办法？害得自家眼睛闭拢了，但不是让我继续装困上。对。三师娘活了个，身浪向三个人装开关的，一开就开，一关就关，昏头声一来着呀。不过闲话讲出来，学生子两声唱，呱呱叫，声声句句，落门落开。哎呦，这个学生子有培养前途的，单先生心里想开心啊。小王啊，别高张困上子，先生才晓得你朗朗唱得不错，是吧？明这一只，关正读4年半年去这2组，师傅大内上书台。真的？要好得了也是一块嘞，非得侬三凤大上书台嘛，一场风波得地堂，无为继续。